韩国通过梨泰院惨剧特别法会设调查委员会，要重新来调查这桩159个人死亡的事故。另外，伫国会释出有较侪在野阵营，也通过李川军海陆殉职案的调查法案，互执政党是真倒弹。南韩选后上互人注意的梨泰院惨剧特别法，初二以25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顺利伫国会表决通过。伫议场专庭看投票过程的159个罹难者家属代表，伫国会大楼前呼吁尹锡悦政府彻底查清楚真相，并且对爱负责任的人追究责任。윤석열정부는 진상조사를 위한 자료 제출 및 출석 등의 요구에 성실히 응하고 어떤 것도 감추거나 축소하려 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 이를 통해 2022년 10월 29일 이 참사가 발생하게 된 근본적인 원인과 책임을 규명하고 159명 희생자의 명예회복과 재발 방지 대책 마련이 이루어져야 할 것입니다. 不过，经过朝野两大党协商修改了后，这个上新版的法案内容甲1月共同民主党家己处理的法案比起来，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人数为11个人缩减到9个人，成员由国会议长为反对党提名的名单内拣出来，罹难者家属无在内。其中上界大的修改是删减调查委员会查阅相关机密文件，也加请求检方发布搜查票的权利条款。除了梨泰院踩踏惨案以外，国会迄天下晡议庭嘛针对去年7月庆尚北道李川郡大淹水参加救援行动的海军陆战下士蔡秀琴去大水冲走淹死的事件，通过调查法案。表决进行的时阵，尹锡悦的国民力量议员敢若一个人留伫座位，其他人全部退席阻挡，掌握国会多数释出的在野阵营，以168票赞成表决过关。这原来互尹锡悦政府强烈不满，讲这是在野党伫利用阿兵哥死亡的时阵赚政治利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